各位好，今日係第二日啊，咁就係、其實呢件事呢，就想喺2026年嘅1月1日做嘅，但係當時就有啲拖延，一拖就拖1個月啦。咁就琴日終於開始到，其實琴日都唔係好想開始，因為琴日就教完第41班最後一堂，原本就上完堂又冇乜時間，所以變成夜晚先有得去做呢件事。因為我知道如果琴日一拖呢，我就會拖到新年嘅1月1號啦，即係農曆新年1月1號或者3月1號先嚟做，所以就逼自己開始咗件事，倉促地開始，但係開始咗就開始啦。因為應該以我性格，開始咗件事又公佈咗呢，我係唔會衰。咁就差唔多60秒啦，已經。咁我希望嚟緊連續60日，每日都60秒。